禅宗专辑典籍读诵国语版。破音字漏读，字音请自行对照文字档更正。美国佛教会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网站提供档案下载。___________ 敦煌坛经新书由潘仲圭老居士校订，对唐代佛经汉语提出研究心得如下：敦煌文字俗写的习惯归纳成字形无定偏旁、无定繁简、无定行草、无定通假、无定标点、无定等等条例。__________ 经校敦煌本坛经敦煌本坛经校刊记敦煌本坛经是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本5475号，为现存坛经的最古本。这部写本不但字迹拙劣，错字多得几乎读不下去，如狂字写作敦字写作圭也，无祖一代的写作五克，可见写者不但对佛法毫无常识，识字也是不太多的。敦煌本是坛经传宗本，是菏泽门下传授一部坛经，以证明学有秉承，是南宗弟子的。在当时，坛经从南方传来，是手写本，知道的人还不太多。也许是菏泽门下怕外人知道内容，失去秘密传授的意义，所以找不通文墨的人照本誊写。原本有行书草字，不通文墨而照本誊写，再加上脱落眼文倒乱，这才成为这样的错讹连篇了。坛经敦煌本的整理校订，从4方面着手：一、坛经与坛经附录的分别。坛经本从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开法传禅，法坛师法的名，弟子法还所记，应成立于六祖生前。坛经附录是慧能接引弟子的机缘，临终附注及临终与身后的情形，有人四谛的记录出来，附编于坛经之后，后来也就被看作坛经了。现在分别为坛经与坛经附录2部分，以免读者误会。参考拙作中国禅宗史237246页。2原本与增补的分别。坛经敦煌本是现存坛经的最古本，不是坛经的最古本。坛经演变到敦煌本，至少经过了3个阶段，就是曹溪原本、南方宗旨本、坛经传宗本。坛经的演变为南方宗旨本、坛经传宗本，不是重写，而是在原本上一段一段的增补，或插几句进去。好在禅师们是不重文字的，虽然添揉补充，却没有注意到文字的统一性，所以有文意不衔接、重复或文笔前后不一致的现象。凭这些，可以理解出增补的部分出来。明本
曾经宋代契宗他们的整理，所以就不一分别了。有关《坛经》传宗及南方宗志，可依文义而分别出来。南方宗志本的特质是身心无常而性是常，坛经传宗本的特质是为了传授一卷坛经，以证明学有秉承，是南宗弟子，所以处处说明坛经传承的重要。法统即暗示神会的得道正法，这都是增补后起的。从坛经的称呼上，也可看出先后的差别。如大梵寺说法部分，对于慧能及记者称之为慧能大师、能大师、大师；慧能自称为慧能、能；大众称慧能为和尚，慧能称大众为善知识，称刺史为使君。这种称呼是吻合当时实情的，偶有2处例外。六祖言：鉴于是一部分，正是后来增补的部分，附录的弟子机缘部分。对于慧能，编辑者也称之为大师、能大师、慧能大师。学人称慧能为和尚，慧能自称为吾，称学人为汝、汝等，或直呼名字。除3处例外，六祖言以外，也与当时的实际称呼相合。临终部分也合于上述的体例，而临终前告别部分，多数是坛经传宗，编辑者称慧能为六祖，弟子称慧能为大师，都与实际的称呼不合。又如说上座法海向前言，更可看出事后人增富的了。不过经过不断的增补糅合已经久了，要从文义文字做精确的区别，实在是不容易的，只能表示大概而已。不过发现了称呼上的差别，到底多了一层客观的标准，依之区别原本及增补，也就不是太离谱了。参考拙作《中国禅宗史6章2节》。现在依据文义与文字的特质，将《坛经》及《坛经附录》可推定为曹溪原本的，用4号宋体字推定为南方宗志本的，文末加一南字推定为坛经传宗本的，文末加一传字推定为南方宗志，后或坛经传宗后附录的不同写本而写者综合一处，成为重复的，文末加一复字，这都改用4号开体字。这样的分别排列，相信曹溪原本可以明显地表示出来。3章节的分别：铃木大拙分敦煌本全部为57节，于景博寿采用57节的分类，除去他所认为是后人附加的部分，如南顿北见神秀坐记等，
保留了37节。其实，这都是弟子的习记，即使是原始的，也不免有弟子的意见。南北遁剑等传说，是东山门下的事实，绝非神会个人所造出的。如曹溪原本提到《坛经》以三传到元真，如完成于慧能去世后20年西元730请，那么这些问题都被注意而提出，不用假想为神会或神会门下的。又如慧能的得法缘由，从身世孤贫说起，一气呵成，也不应将坐骑部分除去。又梁武帝与达摩的问答，因为神会的难宗定是非论，同样的说道，也就把它除去。其实，敦煌本有关坛经传宗部分，一律写作菩提达摩与南宗定是非论相合，而有关达摩与梁武帝的问答，敦煌本是写作菩提达摩的。这一用字的差别，可证明此事与神会门下无关。梁武帝与达摩相见的传说，比神会的时代要早些。坛经的成立，也是比坛经传宗本早得多。现在以文义及文字的差别为主，原本与增补部分每是夹杂在一起的，所以不能说那几节是坛经原本。由于分别为坛经及坛经附录二部分，所以现在分坛经为17章，坛经附录为10章，章又分节，以便检查。4文字的校正，用作校正的底本是大正藏本，编号207，今简称为原本。不过，有些字大正藏本已经改正了，如敦煌本的修饰已改正为修，归业已改正为顿等。通行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正藏编号208，本为明藏本，文字通顺，虽修订的时代迟一些，次第广略不同，然相同的部分仍可以用来改正。敦煌本之脱物的校正的有4：一、脱落的，或是脱落，或是文意不完全，增补1、2字，并注明一明本补或今补。不过，坛经原本并非出于通人的手笔，没有文意不全的，有的似乎是抄写而有了脱落，不能确定的，也不敢一改。2讹误的，或是音声相近而误的，如明、明、迷、五、无、五、物、与、汝、之、之、至等，或是字形相近而误的，如虚、顺、传、复、原、无等，都依据意义改为常用的正字，注明一明本。
改或新改，在同一章内同一错字的改正，以下的在字下加不再注明3道乱的，并注明明本改正或新改正4眼文一概删去，并注明明本删或新删。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6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师法坛经一卷兼授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及济会。原本作会唐人通解，今一律改正为会。敦煌写本经题排列形式如此：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受无相戒，为坛经主要内容，故列为别题，附写于经题前后。为敦煌写本，戒自在弘法弟子之上，距离不远，至大正藏本，勿堪为兼授无相戒弘法弟子。今改正上边坛经一仪慧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其实座下僧尼道俗1000余人，韶州刺史为据，及诸官僚30余人，儒士30余人，同请大师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二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及济流行后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必相传授，有所依约，以为秉承。说此坛经传1000，原本作10001，景德传灯录等改为据，原本作等据宋高僧传等改明本作为渠30，原本脱落明本补原本作于今改2能大师言，善知识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大师不语，自静心神，良久乃言：二善知识静心听，慧能慈父，本官范阳，左将千流岭南，作新州百姓，慧能幼小，父幼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是卖柴。忽有一客买柴，遂领慧能至于客店，客将柴去，慧能得钱，却向门前。忽见一客读《金刚经》，慧能一闻，心迷遍悟，乃问客曰：从何处来持此经典？客答曰：我于齐州黄梅县东平木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见今在彼门人有1000余众，我于彼听，见大师劝道俗，但持《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直了成佛。似慧能闻说，夙业有缘，便即辞亲，往黄梅平木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弘忍和尚问慧能曰：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无边，复求何物？
慧能答曰：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于物，但求法作佛。大师遂责慧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辽，若未堪作佛？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辽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武大师欲更共议，见左右在傍边，大师更不言，遂发遣慧能，令随众作务。时有一行者，遂插慧能于对房，他对8个余月，6五祖呼于一日，唤门人进来。门人即泣。五祖曰：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门人终日供养，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汝等自性迷，福田何可救汝？汝总且归房，自看有智慧者，自取盘惹本性之智，各作一计成无。吾看汝计，若悟大义者，复汝依法，秉为6代。火急急，7门人得处分，却来各自自防。帝相谓言：我等不须诚心，用意作计，将成和尚。神秀上座是教授师，秀上座得法后，自可医治，请不用作。诸人悉心，尽不敢成计。80大师堂前有3间房廊，于此廊下供奉玉化楞伽变相，并画五祖大师传授医法，流行后代未记。画人如临看毕了，明日下手。久上座神秀思维，诸人不成心计，原我为教授师，我若不成心计，五祖如何得见我心中见解深浅？吾将心计上承五祖，求法亦极善，密祖不善，却同凡心夺其圣位。若不诚心，终不得法。良久思维，甚难甚难，甚难甚难。夜至3更，不令人见，遂向南廊下中间壁上题作诚心计，欲求于法。依领若五祖见计，言此计物，若访觅我，我宿业障重，不可得法，圣意难测。我心自悉。秀上座3更于南廊下中间壁上，秉烛题作计。人尽不知父。计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神秀上座题此计毕，归房卧，并无人见。一五祖平淡，遂唤炉供奉来。南廊下画楞伽变，五祖忽见此计于矣，乃谓供奉曰：弘忍与供奉前30天，深劳远来，不画变相也。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如留此计，令迷人诵，依此修行，不堕3恶。依此修行人，有大利益。一二大师遂唤门人进来，焚香祭前，人众入见，皆生敬心。汝等尽诵此记者，方得见性。
一、此修行，即不堕落。门人信诵，皆生净心。换言，善哉！135祖虽幻秀，上坐于堂内。问：是汝作即否？若是汝作，应得我法父。秀上座言：罪过。实是神秀作，不敢求助，愿和尚慈悲，看弟子有效智慧识大义否？吾祖曰：汝作此计，见即来到，只到门前，尚未得入。凡夫一此计修行，即不堕落。作此见解，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须入的门，见自本性。如且去1-2日来思维，更作一计来成无。若入的门，见自本性，当复汝依法。秀上座去，数日坐不得。疑似有一童子于对方边过，唱诵此偈，慧能一闻，知未见性，即识大义。能问童子：是来诵者，是何言偈？童子答能曰：你不知，大师言生死事大，欲传一法，令门人等各作一偈来成看。悟大义即传一法，秉为6代祖。有一上座名神秀，忽于南廊下书无相记一首。吾祖令诸门人信诵，悟此偈者，即见自性，依此修行，即得出离。1-5慧能曰：我此踏对8个余月，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慧能至南廊下，见此偈礼拜，亦愿诵取节来生缘，愿生佛地。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礼拜此偈，未不识字，请一人读。慧能闻已，即识大义。慧能亦作一偈，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见壁上题着：诚自本心，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实心见性，即悟大义复。慧能记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又记曰：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复？愿内徒众见能作此偈，尽怪。慧能却入对房，1-6-5祖。忽见慧能记，即知是大义，恐众人知。吾祖乃谓众人曰：此义未得了。吾祖夜至3更，唤慧能于堂内，说《金刚经》。慧能一闻，言下便悟，其业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法即一。汝为6代祖，一将未信，秉代代相传法，以心传心，当令自悟。1-7-5祖言：慧能自古传法，譬如悬丝，若住此间，有人害汝，汝即须速去，能得一法。3更发去，吾祖自诵能于九江驿。登船时，便吾祖处分，汝去努力，将法向南。3年悟弘此法，南去，在后弘化。
善又迷人。若得心开，汝物无别，此为已了，便发向南。18两月中间，至大余岭，不知向后有数百人来，欲你欧惠能夺一法。来至半路，尽总却回，唯有一僧，姓陈名惠明，先是三品将军，性行恶，直至岭上，来趁犯着，惠能即还法衣，又不肯取，我故远来求法，不要其衣，能于岭上，便传法惠明。惠明得闻，言下心开，能使惠明，即却向北化人来。19惠能来依此地，与诸官僚道俗，亦有类别之音。交是先生所传，不是惠能自知。愿闻先生教者，各须静心。闻了，愿自除迷。如先代物，下是法。心原本无，今不观。宋高僧传，等作观领原本缺一明本补作原本缺一明本补又原本作小一明本改南原本缺一明本补麦原本作买一明本改客原本作官一明本改迷原本作明今改问原本作文今改约原本作日今改现原本作玄一明本改今原本作令今改领原本作领一明本改求法作佛原本作求佛法作一明本改正性原本作性一明本改气原本作气今改汝原本作语一明本改田原本作门今改总原本作今改至原本作之一明本改之至原本作之今改明本作知性物原本作无一明本改一原本作于一明本改奉原本作阳今改灵明本作真上乘无阻求法一极善原本
作上五组成一级三求法，今三照明本一改之，中原本作修一明本改物原本作与今改之原本作和一明本改，此节与上节语义重复，一是别本，抄录者集于一处。佛原本作佛一明本改，换原本作换一明本改，语义原本作请记今改，留原本作留一明本改，问原本作门今改，若是汝作，应得我法。二句与下文意不合。祖原本作贺今改，你原本作今改，是原本作是一明本改，一原本作于今改，能下原本有达自今三会能文原本托物作会问今改补题原本作题今改物原本作无今改，此一段文意不顺，清原本作清今改，又记曰一段与上文作一记不合，一位不同写本，抄写者并录于此，制成重复。图原本作从一明本改，记原本作但今改，即下原本有善自今三至原本作之今改，于原本无今不物原本作五一明本改，传原本缺今不五原本作物今改，与原本作更一明本改，欧原本作头今改，一原本作一今改，明原本作顺一明本等改，一原本作一明本改，辽原本作夺一明本改，胜原本作幸一明本改，除原本作于一明本
改，如原本作于一明本改。三仪慧能大师焕言：善知识，菩提盘惹之智，是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需求大善知识是道见性，善知识于人是人，佛性本亦无差别，只缘迷悟，迷即位于，悟即成智。二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悟迷言慧定别，定慧体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三善知识，此亦即是定慧等。学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定慧个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心不善；慧定不等，心口俱善，内外一种，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口正，若正先后，即是迷人。不断胜负，却生我法，不离四相。四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执心事。净明经云：执心是道场，执心是净土。莫心行产区，口说法执，口说一行三昧，不行执。心非佛弟子，但行执。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着，名一行三昧。五迷人的法相，执一行三昧，执心作不动，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通无情，却是障道因缘，道须通流，何以却至？心不住即通流，住即背负。若作不动事，为摩诘不可舍利弗宴作。临终六善知识，又见有人教人作，看心看境不动不起，从此至功，迷人不悟，便直成颠，即有数百般。如此教导者，故知大错。七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如灯光，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明即有二，体无两般。此定慧法，亦复如是。智原本作知一明本改，于人是人。下23字，原本作欲悟即成智。今依敦煌县博物馆本改正定原本缺一明本补重上原本有重字金山迷原本所无一明本补我法原本作法我一明本改作原本作一明本改执原本作
并演一真字一明本删改区原本作点一明本改清原本作清一明本改虚原本作顺一明本改不住原本作住在一明本改正被原本作比今改班原本作盘今改之原本作之一明本改之原本作之一明本改明原本缺一明本补四一善知识法无顿见人有力顿迷即见劝悟人顿修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悟即缘无差别不悟即常结轮回二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见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何名为无相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不念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是离色身难念念执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复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复也是以无住为本三善知识外离一切相是无相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是以无相为体似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莫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断即死别处受生难学道者用心若不识法义自错尚可更劝他人迷不自见迷又谤经法是以立无念为宗五即缘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念从此而生然此教门立无念为宗是人离见不起于念若无有念无念亦不立六无者无何事念者何物无者离二相诸尘劳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性起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为魔经云外能善分别诸法相内于第一义而不动迷原本作明一明本改心原本作是一明本改字原本缺一明本补此原本作字一明本改为原本作无
原本有无字一名本山名为原本作名为乡今山改今原本作念一名本改去原本作读一名本改是原本缺一名本补是下原本言是字一名本山静原本作静一名本改原本演一不字一名本山此原本作无一名本改若不识原本作莫不悉一名本改迷原本作名一名本改起原本作去一名本改性原本作性一名本改知原本作知一名本改五一善知识此法门中作禅缘不探心亦不探静亦不言不动若言探心心缘是妄妄如幻故无所探也若言探静人性本静为妄想故覆盖真如离妄念本性静不见自性本静心起探静却生静妄妄无处所故知探者却是妄也静无形相却立静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静缚若不动者不见一切人过患自性不动迷人自身不动开口即说人是非与道违背看心看境却是障道因缘今说汝之二此法门中何名作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作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为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外若离相内性不乱本自静自定只缘静处处即乱离相不乱即定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故名禅定为魔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菩萨戒云本源自性清净三善知识见自性清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知原本作诸今改作原本作一名本改看原本
作者今改不原本缺一明本补性原本作性一明本改者下原本有看自金山上原本作张一明本改不原本缺一明本补自原本作是今改今说鲁之原本作今记鲁氏今改起原本作去一明本改离原本作杂一明本改离原本作有一明本改内下原本有外自一明本三十原本作是一为魔经改原本作虚一犯往经改明本作原六一善知识总须自体与受无相介，一时逐会能口道，令善知识见自三身佛，于自色身归依清净法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当来圆满报身佛。以上三乘二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难。向者三身在自法性，是人心有，未迷不见，外密三如来，不见自色身中三身佛。善知识，听汝善知识说，令善知识一自色身见自法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性上升，三合名清净法身佛。善知识，是人性自本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便修于善行。知如是一切法尽在自性，自性常清净，似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会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三罗，一时皆现。是人性净，犹如青天，慧如日，智如月，智慧常明。于外的境，妄念浮云覆盖自性，不能明彻。欲善知识，闻真法，吹却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在自性，名为清净法身。自归依者，除不善行，是名归依。五合名为千百亿化身佛，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变化，思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毒害化为畜生，慈悲化为菩萨。
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明，迷人自不知见。六一念善，智慧即生。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莫思向前，常思于后。常后念善，名为报身。一念恶，报却千年善心；一念善，报却千年恶。灭无常以来，后念善，名为报身复。七从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报身。自悟自修，即名归依也。皮肉是色身，是舍宅，不认归依也难。但悟三身，即识大义。此句明本作，此事须从自性中起。一原本作，一明本改迷，原本作明，一明本改身，原本作性，一明本改身，原本作是，一明本改法，原本缺，一明本补性，原本作性，一明本改恶，原本缺，一明本补于，原本作一明本改明，原本作明，一明本改兴，原本作息，一明本改清，原本作清。今改的景，原本作看境，一明本改彻，原本作故。今准下文改文，原本作开，一明本改在字，原本作自在。今改正变，原本作自，一明本改一念恶，以下念恶报却善，念善报却恶，善恶同等。与上文一灯能除千年暗，说不合。文以后念善，名为报身。作结与前文相同，以此为别本一说。抄写者附录于此。任原本作在今改一原本作一今改七一今即自归一三身佛矣。与善知识发自宏大愿。善知识一指逐慧能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三唱二善知识，众生无边誓愿度，不是慧能度。善知识心中众生各于自身自性自度，何名自性？
自度，自色身众邪见于痴迷妄，自有本觉性，将正见度，即悟正见，盘惹之智除却于痴迷妄众生，个个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烦恼来菩提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三烦恼无边誓愿断，自心除虚妄。法门无边誓愿学，学无上正法。无上佛道誓愿成，常下心行，恭敬一切，远离迷执，觉知生盘惹，除却迷妄，即自悟佛道成行誓愿力。性原本作性一名本改迷原本作名一名本改来原本作见一名本改提原本作萨一名本改八一经济发四弘誓愿气，与善知识无相，忏悔三世罪障。大师言：善知识，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于迷染，从前恶行一时悔，自性若除即是忏。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搅狂染，除却从前搅狂心，永断名为自性忏。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嫉妒染，除却从前嫉妒心，自性若除即是忏。以上三唱，二善知识，何名忏悔？忏者终身不作，悔者知于前非，恶业恒不离心。诸佛前口说无益，我此法门中永断不作，名为忏悔。念下原本脱一念自一名本补悔自原本再下去忏下今改正性原本作性一名本改不原本脱落一名本补搅狂原本作愚痴一下文改永原本作成今改今念原本脱落一名本补嫉妒原本作持疾一名本改嫉妒原本作疾一名本改忏原本脱落今不九一今既忏悔矣。与善知识受无相三归一戒。大师言：善知识，归一觉，两足尊，归一正，离欲尊，归一净，众中尊。从今以后，称佛为师，更不归一于邪迷外道。愿自三宝慈悲证明。二善知识，慧能劝善知识归依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心归一觉，
邪迷，不生少欲知足，离财离色，名两足尊，自心归正，念念无邪故即无碍者，以无碍者，名离欲尊，自心归静，一切尘劳妄念，虽在自性，自性不染者，名众中尊。三凡夫不解，从日至日，受三皈依，戒。若言归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即无所归。既无所归，言却是妄。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意。经中只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他佛。自性不归，无所归处。知原本作智今改一原本作一明本改欲下原本托尊自一明本补迷原本作明一明本改正明原本作灯明一明本改善原本作善金山一字性原本作性一明本改不原本脱落一明本补止下原本有即自金山归原本脱落一明本补101金记自归依三宝，总各至心，与善知识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善知识虽念不解，慧能语说，个听。摩诃般若波罗蜜者，西国梵语，唐言大智慧彼岸道。此法须行，不在口念，口念不行，如幻如化。修行者，法身与佛等也。二合名摩诃，摩诃者是道，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若空心作，即落无际。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是人性空，亦复如是。三性含万法是道，万法尽在自性。见一切人即非人，恶知与善，恶法善法，尽皆不舍，不可染者，犹如虚空。名之谓道，此是摩诃。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不思，名之谓道，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手，莫口空说，不修此行，非我弟子。四合名般若，般若是智慧，一切时中念念不渝，常行智慧，即名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觉，一念智即般若生。心中常愚，自言我修，般若无形相，智慧性即是。五合名波罗蜜，
此是西国梵音。唐言彼岸道，解义离生灭，景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是于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永长流，即名到彼岸，故名波罗蜜。六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当念时有妄，有妄即非真性，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悟盘惹法，修盘惹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善知识，即烦恼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七善知识，摩诃盘惹波罗蜜，最尊最上第一，无住无去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将大智慧到彼岸，打破五阴烦恼尘劳。最尊最上第一，赞最上乘法，修行定成佛，无去无住无来，是定慧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诸佛从中，遍三毒未界定慧。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中出84000智慧。何以故？为是有84000尘劳。若无尘劳，盘惹常在，不离自性。发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意无着，默契狂妄，即自是真如性。用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一原本作，一明本改念，原本缺，一明本补换，原本缺，一明本补。若空心作，原本作，莫定心作，一明本改即原本作，即一明本改在自性，原本作是自性，一明本改知原本作知，一明本改由原本作由今改科下原本眼行自金山行原本脱落，一明本补迷原本作明，一明本改切，一明本补自言，一明本补唐，一明本补静原本作静，一明本改起原本作去，一明本改永原本作成，一明本改即上原本有，故自金山性原本作有，一明本改提下原本有着
金山至原本作之一明本改上下原本言最上二字金山来下原本有往自金山中出原本无金部明本作一般若声性原本作性金改一原本作一明本改狂原本作水一明本改一善之事，若欲入甚深法界，入盘惹三昧者，直修盘惹波罗蜜行，但持金刚盘惹波罗蜜经一卷，即得见性，入盘惹三昧。当知此人功德无量，经中分明赞叹，不能具说。二此是最上乘法，为大智上根人说。小根智人若闻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龙，若下大雨，雨于焉浮其，如飘草叶；若下大雨，雨放大海，不增不减。若大乘者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盘惹之智，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三譬如其于水，不从无有。原是龙王于江海中，将身饮此水，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无情，悉皆蒙润。诸水众流却入大海，海纳众水，合为一体。众生本性盘惹之智，亦复如是。四小根之人，闻说此顿教，犹如草木根性自小者，若被大雨一握，悉皆自倒，不能增长。小根之人，亦复如是。有盘惹之智，与大智之人亦无差别。因何闻法即不悟？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覆盖于日，不得风吹，日无能现。五盘惹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有迷心，外修密佛，为悟自性。即是小根人，闻其顿教，不信外修，但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烦恼尘劳众生，当时尽悟，犹如大海纳于众流，小水大水合为一体，即是见性，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六心修此行，即与盘惹波罗蜜经本无差别。一切经书及文字，小大二乘，12部经，皆因人智，因智慧性，故能建立。若无是人，一切万法本无不有，故知万法本从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原在人中有余有智，余为小，故智为大人。迷人问于智者，智人与愚人说法，令使愚者误解心开。迷人若悟心开，
与大智人无别。其故之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戒本源自性，清净实心见性，自成佛道。即时豁然，还得本心明，原本作明一，明本改小，原本作少一，明本改余，原本作一，明本改至，原本作之一，明本改蒙，原本作相一，明本改道，原本作道一，明本改至下，原本有之，自金山为，原本作来一，明本改人，原本缺一，明本补，故能建立，原本作固然能建立我，固然即故能掩悟金三正。迷人问，原本作问迷人，今改正是，原本作是一，明本改心，原本作身一，明本改即下，原本有是自一，明本三生下，原本有不自一，明本三性，原本作性一，明本改戒本源，原本作我本愿，依犯往经改一二一三之事。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与教法流行后代，令学道者顿悟菩提。二各自观心，令自本性顿悟。若不能自悟者，须觅大善之士是道见性。何名大善之士？解罪上乘法，直是正路，是大善之士，是大因缘。所谓化导令得见佛，一切善法，皆因大善之士能发起故。三是诸佛，12不精，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得善之士是道见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之士；若取外求善之士，望得解脱，无有是处。实自心内善之士，即得解脱。若自心邪迷，妄念颠倒，外善之士即有教授，不得自悟。汝若不得自悟，当起盘惹观照，刹那间妄念俱灭，即是自真正善之士。一悟即如佛也。四自性心地，
以智慧关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盘惹三昧。悟盘惹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的一切法，辨一切处不的一切处，常静自性，使六贼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盘惹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莫百物不思，当令念觉，即是法复，即名边见。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顿法者，是佛为地。悟原本作五一明本改语原本作汝今改令原本作今一明本改物原本作一明本改不原本无一明本补虚原本作顿一明本改是原本作一今改性原本作性今改知识原本作是今改补是原本作是一明本改为原本作为一明本改导原本作道一明本改在上原本有云自金山自下原本有性自一明本山托原本作说一明本改原本缺托自今不不得自悟今不如原本作知今改明原本作明一明本改复原本作传一明本改一三一善知识，后代得无法者，常见无法身，不离汝左右。善知识，将此顿教法门，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是佛故，终身受持而不退者，定入圣位。二然须传受持，从上以来，默然而复于法，发大誓愿，不退菩提，即须吩咐。若不同见解，无有志愿，在在处处，勿忘宣传，损彼前人，究竟无益。若愚人不解，漫此法门，百劫万劫千生断佛众性。无原本作悟一明本改是
原本作是一明本改定原本作御一明本改传原本作复一明本改于原本作御一明本改一次一大师言善知识听吾说吾相送令汝迷者罪灭一名灭罪颂二颂曰愚人修福不修道为言修福而是道不知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缘来造若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若解心中除罪缘名自性中真忏悔若悟大成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学道之人能自观即与悟人同一类大师今传此顿教愿学之人同一体若欲当来逆本身三毒恶缘心中起努力修道莫悠悠忽然虚度一世修若欲大成顿教法虔诚合掌至心求三大师说法了唯使军官僚僧众道俗赞言无尽悉所未闻无原本作悟一明本改宋原本作宋一明本改明原本作明一明本改道原本脱落一明本补道原本作在一明本改还在原本作无道一明本改名字性原本作各自是一明本改毁原本作海一明本改即原本作造一明本改类原本作例一明本改151使君礼拜白言和尚说法实不思议弟子尚有少疑欲问和尚望和尚大慈大悲为弟子说大师言有疑即问何须再三二使君问法可不是西国第一祖达摩祖师宗旨大师言是弟子见说达摩大师化良武帝问达摩朕一生来到寺不施供养有功德否达摩答言并无功德武帝惆怅遂遣达摩出境为审此言请和尚说36祖言实无功德使君误疑达摩大师言武帝的邪道不持正法使君问何以无功德复四和尚言造寺不施供养只是修福不可将福以为功德功德在法身非在于福田自法性有功凭直是德佛性外藏恭敬
若轻一切人，无我不断，即自无功德，自性虚妄，法身无功德，念念得平，平等直心，得即不轻，常行于境，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功德自心作，福与功德别，五帝不识正理，非祖大师有过，白原本作自今改上原本作当今改问原本作文一明本改望下原本有一自金山一原本作一明本改不下原本言不自一明本山画原本作代一明本改第原本作第一明本改来上原本有为自金山有下原本言有自金山君下原本有朕自金山功德原本脱落一明本补功下原本有德自一明本山无原本作物一明本改直原本作真今改心下原本有身自一明本山161指君礼拜，又问弟子见僧众道俗，常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望未破疑。二大师言：使君听，慧能语说，世尊在舍卫国，说西方隐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只为下根说缘，说尽只为上智。人自两种，法无不同，迷悟有殊，见有时急。迷人念佛生地，悟者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则佛普净。三使君，东方但净心无罪，西方心不净有天。迷人愿生东方西方，所在处并皆一种。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体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道？除十恶疾行10万，无八邪及欲8000。但行直心，道如弹指。使君但行直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成，念佛往生路遥，如何得达？四六祖言：慧能于使君于西方，
刹那间目前便见。使君愿见否？使君礼拜。若此得见，何须往生？愿和尚慈悲，为现西方。大善大师言：唐见西方，无疑即散。大众愕然，莫知何事。武大师曰：大众坐一听，是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即是城门。外有五门，内有一门。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坏。六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弥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是智。能静是释迦，平直是弥勒。人我是虚拟，邪心是大海，烦恼是波浪，毒心是恶龙，尘劳是鱼，虚妄即是神鬼，三毒即是地狱，愚痴即是畜生，十善即是天堂。无人我，虚拟道，除邪心，海水结，烦恼无，波浪灭，毒害除，鱼龙绝。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智慧光明，照耀六门清净，照破六欲诸天，下照三毒若除，地狱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底？坐下闻说，赞声彻天。应是迷人了然便见难。七使君礼拜赞言：善哉，善哉！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误解。众原本缺今不陀，原本作大一明本改得。原本作得一明本改说远说近，原本作说近说远，一明本一改正。众原本作众一明本改原本无同字今不迷，原本作明一明本改佛言，原本作言佛一明本改正方，原本作者一明本改时，原本脱落一明本补时，原本作真一明本改谈，原本作禅一明本改坚木，原本作问曰一明本改仲夏，原本言大众二字金山五，原本作六一明本改外，原本缺可通今一明本改即
原本缺今不无人我，原本作我无人一，明本改正米下原本言字金山放原本作诗一，明本改破原本作波一，明本改温原本作问一，明本改了原本作人一，明本改一期一大师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易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行，如东方人修善。但愿在家修行，清净即是西方。二使君问和尚，在家如何修？愿为指受。大师言：善知识，慧能与道俗作无相送，尽送取，依此修行，常与慧能一处无别。三颂曰：说通即心通，如日处虚空，为传顿教法，出世破邪宗。教己无顿见，迷悟有时急。若学顿教法，于人不可迷。说急须万般，合理还归一。烦恼暗宅中，常须生慧日。邪来因烦恼，正来烦恼除。邪正俱不用，清净智无余。菩提本清净，起心即是妄。净性于妄中，但正除三障。世间若修道，一切尽不方。常见自己过，与道即相当。色类自有道，离道别密道。密道不见道，到头还自傲。若欲探密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世间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有罪，我非自有罪。但自去非心，打破烦恼碎。若欲化于人，是须有方便。勿令破彼疑，即是菩提见。法缘在世间，于是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邪见是世间，正见出世间。邪正悉打却，菩提性宛然。此即是顿教，亦名为大乘。弥来经类别，悟得刹那间。四大师言：善知识，汝等尽诵取此记，依计修行，去慧能千里，常在能边。此不修，对面千里，个个自修。法不相待，众人且散。慧能归桃溪山，众人若有大疑，来彼山间，为汝破疑。同见佛性，五合作官僚道俗，礼拜和尚，无不嗟叹。善哉大悟，昔所未闻，岭南有福，生佛在此，谁能得知？一时尽散，在家修行，原本作
自加修，今改补。西原本作一明本改上原本缺今补之原本作至一明本改一原本作一明本改能下原本演说自金山处原本作至一明本改理原本作离一明本改据原本作及一明本改见字原本作现在一明本改类原本作冒一明本改贪原本作贪今改过原本作于一明本改原本作无今改是原本作出一明本改菩提性宛然原本脱落此句一明本补足即原本作但今改待原本作持一明本改曹原本作曹今改人原本作生今改性原本作是今改下边坛经附录一大师往曹溪山少广2州行化40余年，若论门人僧之语俗3、5千人说不尽。二若论宗旨传授坛经，以此为一曰：若不得坛经，即无禀受。须知法处年月日姓名，地相附主，无坛经秉承，非南宗弟子也。未得秉承者，虽说顿教法，未知根本，终不免正。但得法者，只劝修行，正是胜负之心，与道违背传。三是人尽传南宗能，北宗秀，未知根本是由。且秀禅师于南京府当阳县玉泉寺住持修行，慧能大师于韶州城东35里曹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可以见顿。法即一众，见有持即，见持即见，见即即顿，法无见顿，人有立顿，故名见顿。四神秀师常见人说，慧能法即指路。秀师虽唤门人僧至成曰：汝聪明多智，汝与无智袍。西山道慧能所礼拜，但听莫言我使汝来，所听一指，记起却来与吾说。看慧能见解与吾谁及时。
汝第一早来，勿令无怪。吾至诚奉使欢喜。岁半月中间，即至袍西山，见慧能和尚，礼拜入即听，不言来处。至诚闻法，言下便悟，即弃本心，起立即礼拜，白言：和尚，弟子从玉泉寺来，修施处不得弃物。闻和尚说，便弃本心。和尚慈悲，愿当教示。六慧能大师曰：汝从彼来，应是细作。至诚曰：未说时即是，说了即不是。六祖言：烦恼即是菩提，亦复如是复。七大师谓至诚曰：吾闻汝禅师教人，为传戒定慧。汝和尚教人戒定慧如何？当为吾说。至诚曰：秀和尚言戒定慧，诸恶不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尽其意名为定，此即名为戒定慧。彼作如是说，不知和尚所见如何？八慧能和尚答曰：此说不可思议，慧能所见有别。至诚问：何以别？慧能答曰：见有时急。至诚请和尚说所见戒定慧复。九大师言：汝听吾说，看吾所见处，心地无非，自性是戒；心地无乱，自性是定；心地无失，自性是慧。一灵能大师言：汝戒定慧，劝小根之人；无戒定慧，劝上根人。得悟自性，亦不立戒定慧。至诚言：请大师说不立如何？大师言：自性无非无乱无痴，念念盘惹关照，当离法相，有何可立？自性顿修，立有见次，所以不立。至诚礼拜，便不离袍西山，即为门人，不离大师左右。袍原本作袍衣，名本改指，原本作指，今改衣，原本作衣，今改姓，原本作姓，今改地，原本作变，今改地，原本作定，今改中，原本作修，今改北东，原本作比，今改补，当，原本作唐，今改时，原本作时，今改北，原本作比，一，名本改指，原本作指，今改换，原本作换，今改地，原本作地，今改成，原本作成，
一明本改白原本作字今改得原本作得今改交原本作散一明本改比原本作被今改系原本作愁一明本改了题部原本作乃了题今改明本作了补汝原本作与一明本改汝上原本有如自金山无原本作物一明本改非上原本有一字一明本山姓原本作姓一明本改是原本缺今部自姓氏原本作是自姓今依上下文改正之原本作朱今改根原本缺今部物自姓原本作无字一明本改部次所原本作此契一明本改二一又有一僧名法达，常诵法华经7年，心迷不知正法之处。经上有疑，大师智慧广大，愿为除疑。大师言：法极甚达，汝心不达，经上无疑。汝心自邪而求正法，无心正定，即是持经。吾一生以来，不识文字，汝将法华经对吾读一遍，吾闻即知。法达取经道，对大师读一遍。26祖闻已，即识佛意，便于法达说法华经。6祖言：法达，法华经无多语，7卷经尽是譬喻因缘。如来广说3乘，只为世人根顿。经文分明，无有余乘，唯一佛乘复。3大师言：法达，汝听一佛乘，莫求2佛乘。迷却汝性，经中何处是一佛乘？汝语说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以上16字是正法。法如何解？此法如何修？汝听吾说。四人心不思，本源空寂，离却邪见，即一大事因缘，内外不迷，即离两边，外迷的相，内迷的空，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不迷。悟此法，一念心开，出现于世。心开何物？开佛之见。佛犹如觉也，分为4门。开觉之见，视觉之见，悟觉之见，
入觉之见，开示悟路上一处路，即觉之见，见自本性，即得出世。五大师言：法达，无常愿一切是人心地，常自开佛之见，莫开众生之见。是人心于泥造恶，自开众生之见，是人心正，起智慧观照，自开佛之见，莫开众生之见。开佛之见即出世。大师言：法达，此是法华经一乘法，向下分三，为迷人故，汝但一一佛成。六大师言：法达，心行转法华，不行法华转；心正转法华，心邪法华转。开佛之见转法华，开众生之见被法华转。大师言：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转经。七法达一文，言下大悟，涕泪悲泣白言：和尚，时未曾转法华，7年被法华转，以后转法华，念念修行佛行。大师言：即佛行是佛，其实听者无不误入。除原本作十今改一，原本作吃一，明本改文集之，原本作问集之，今改文原本作问，今改语原本作汝，今改因原本作内一，明本改文分，原本作文公，今改言原本脱落，今不幸原本作圣，今改以原本作汝。依法华经改自原本作家，今改是原本作是，今改的原本作看一，明本改不下，原本有空自金山物，原本作无，今改无，原本作物，今改之，原本作至一，明本改华，原本作达，今改迷，原本作明，今改一，原本作于，今改邪，原本作耶，今改白，原本作字，今改曾，原本作僧一，明本改者，原本作路，今改路，原本作者，今改三一时有一僧名智常，来朝西山，
礼拜和尚问四乘法义。智常问和尚曰：佛说三乘，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望为教示。慧能大师曰：汝自身心见，莫着外法相，原无四乘法，人心量四等，法有四乘，见闻读诵是小乘，悟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行具备，一切无离，但离法相，住无所得，是最上乘。乘是行义，不在口证，汝须自修，莫问无也。曹原本作曹今改问原本作文一明本改教原本作经一明本改良上原本有不自金山一原本作一明本改行原本作性今改注原本作今改得原本作得一明本改是下原本言最上二字一明本三无原本作物一明本改四夷又有一僧名神会，南阳人也，至袍西山礼拜，问言和尚坐禅，见亦不见。大师起，把杖打神会三下，却问神会：吾打汝痛不痛？神会答言：亦痛亦不痛。二六祖言曰：无亦见亦不见。神会又问大师：何以亦见亦不见？大师言：无亦见，常见自过患，故云亦见。亦不见者，不见天得人过患，所以亦不见也。汝亦痛亦不痛如何？神会答曰：若不痛即同无情木石，若痛即同凡夫，即起于恨父。三大师言：神会向前见不见是两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来弄人。礼拜更不言。四大师言：汝心迷不见，问善知识密路，汝心悟自见，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慧能见否？吾不自知，待汝迷不得。汝若自见，待不得无迷，何不自修？问无见否？神会作礼，便为门人，不离曹。西山中，常在左右。曹原本作曹今改作原本作一明本改杖原本缺一明本补亦不见原本作亦见亦不一
明本，改正，夫，原本，缺，一，明本，补，不痛，原本，脱落，一，明本，补，乳，原本，作，乙，一，明本，改，咪，原本，作，明，一，明本，改，不，原本，缺，一，明本，补，武夷大师虽唤门人，法海至诚法达，至常至通至彻，至道法真法如神会。大师言：汝等十弟子近前，汝等不同于人，无灭度后，汝各为一方头，二无教汝说法，不失本宗，举三科法门，动用36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于性相。若有人问法，出与进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三科法门者，因界路，因是五因，界是18界，路是12路，合名五因：色因、受因、想因、行因、识因，是合名18界。六尘六门60，合名12路，外六尘，中六门，合名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识，合名六门，眼耳鼻舌身意识，法性起60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门，六尘，自性含万法，名为含藏识，思量即转识，生60，出六门，见六尘，是368，由自性邪，起18邪含，自性正，起18正含，恶用即众生，善用即佛，四用由何等？由自性其有对，外境无情对有五，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暗与明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语言与法相对有12对，有为无为对，有色无色对，有香无香对，有漏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俗对，老与少对，大大与小小对，长与短对，高与下对，自性起用对有19对，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戒与非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慈与毒对，悲与害对，喜与对，舍与天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常与无常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体与用对，性与相有19对，言语与法相有12对，外境无情有5对，都合成36对法也。无此36对法，解用通一切经，出入即离两边，如何自性起用36对？供人言语，出外于相离相，入内于空离空，
者恐即为常无名，者想为邪见谤法。直言不用文字，即云不用文字，人不可言语，言语即是文字。自性上说空，正是语言，本性不空。迷人自惑语言既故，暗不自暗，以明故暗，以明变暗，以暗现明，来去相因。36对亦复如是。六大师言：十弟子以后传法，地相教授一卷《坛经》，不知本宗，不领受《坛经》，非我宗旨。如今得了，地待流行，得遇《坛经》者，如见无亲授，时僧得教授矣。写为《坛经》，地待流行，得者必当见性传。三、原本脱落，一、明本补用，原本缺，一、明本补对法，原本做法对，一、明本改正因，原本做因，一、明本改是原本缺进补入，原本缺进补想，原本做相，一、明本改未处，原本做未读，一、明本改见，原本缺，一、明本改正气，原本缺，一、明本补由，原本做由，一、明本改由，原本缺，一、明本补语言与法相对，原本做与语言对，法语相对，一、明本改正对，原本缺进补静，原本做静，一、明本改正，原本做性，一、明本改小小，原本做少少，一、明本改长与短对，明本在第三类，今本共13对，与12对，说不合，以古本无此长短一对，性下原本有居字，一、明本山区，原本做点，一、明本改词语都对，悲与害对，原本做词语空对，空即害自之物，今改原本做虚，一、明本改19，原本做亲无亲，亦不可通，依上分类改外境无情有，原本做内外境无情有无，今三改五对，
下原本有三身有三对，一句文意不合。金山香原本缺金不明原本作明一明本改人原本作道一明本改是原本缺金不人原本缺金不记原本作除金改地原本作营金改谭原本作谭金改六一大师先天2年8月3日灭度，7月8日换门人告别。大师先天元年，于新州国恩寺造塔，至先天2年7月告别。二大师言：汝众近前，吾至8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问，为汝破疑。当令迷者尽止与安乐。吾若去后，无人教汝。法海等众僧闻已，涕泪悲泣。三唯有神会不动，亦不悲泣。六祖言：神会小僧，却得善不善等，毁欲不动，愚者不得。数年山中更修河道船。大师言：汝今悲泣，更忧阿谁？忧无不知去处在。若不知去处，终不别汝。汝等悲泣，即不知无去处。若知去处，即不悲泣。自性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汝等尽作，吾与汝一记真假动静记。汝等尽诵取，见此记忆。汝与吾同，于此修行，不知宗旨。众僧礼拜，请大师留记，静心受持。五记曰：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有情即解动，无情即不动。若修不动情，同无情不动。若见真不动，动上有不动，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众，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若误作此见，则是真如用。报诸学道者，努力须用意，莫于大乘门，却执生死志。前后人相应，即共论佛语。若实不相应，何长令欢喜？此教本无正，正即知道义，执迷正法门，自性入生死。六众僧记闻，十大师意，更不敢正。依法修行，依止礼拜，即知大师不久住世。天上原本托先自今不原本作无今改新原本作木一明本改无原本作五一明本改汝原本
作外一明本改汝原本作与今改不善原本脱落一明本补于原本作除一明本改大师言原本缺今不爱原本作有一明本改去原本缺一明本补听下原本有听字一明本山作原本作一明本改汝原本作如一明本改静原本作静一明本改与原本缺今不于原本作一明本改情原本作性一明本改重原本作重一明本改欢喜原本作劝善一明本改正极原本作无正一明本改知原本作知一明本改九原本作求一明本改七以上做法海向前言大师去后依法当复何人大师言法即复了汝不须问吾灭后20余年邪法缭乱或无宗旨有人出来不惜生命定佛教是非树立宗旨即是无正法二一不合传汝不信吾与宋先代五祖传一副法颂若据第一祖达摩颂义即不合传一三听吾与汝颂第一祖达摩和尚颂曰吾来大唐国传教救迷情一花开5叶结自然成第二祖慧可和尚颂曰本来原有地从地种花生当本源无地花从何处生第三祖僧璨和尚颂曰花种虽因地地上种花生花种无生性余得亦无生第四祖道信和尚颂曰花种有生性因得种花生光源不和一切尽无生第五祖弘忍和尚颂曰有情来下种无情花即生无情又无种心地亦无生第六祖慧能和尚颂曰心地含情种法语即花生自悟花情种菩提自成四能大师言汝等听吾作二记取达摩和尚颂义汝迷人依此颂修行
必当见性。第一颂曰：心地邪花放，五叶竹跟随，共造无名业，见悲业，风吹。第二颂曰：心地正花放，五叶竹跟随，共修盘惹会，当来佛菩提。五六祖说记已了，放众人散，门人出外思维，即知大师不久著世传了。原本作了，今改定。原本作地，今改传。原本作转一，明本改宋。原本作宋，今改吴。原本作吴，今改宋。下有宋曰：二字，金山来到。原本作到来，今改正迷情。原本作明清一，明本改元。原本作愿，今改花。原本作花，今改生性。原本作性生，今改正光。原本作仙，今改物。原本作无一，明本改业。原本作业，今改根。原本作恨，今改人。原本作生，今改八夷六祖后至8月3日时候，大师言：汝等一未作无，今共汝等别。二法海问言：此顿教法传授，从上以来，至今几代？六祖言：初传授七佛，释迦牟尼佛第7，大迦叶第8，阿难第9，末田地第10，商那和修第11，优婆多第12，提多迦第13，佛陀难提第14，佛陀密多第15，比丘第16，富那奢第17，马明第18，毗罗尊者第19，龙树第20，迦那提婆第21，罗第22，僧迦那提第23，僧迦耶舍第24，鸠摩罗陀第25，耶多第26，婆修盘多第27，摩那罗第28，赫勒那第29，狮子比丘第30，舍那婆斯第31，优婆库第32，僧迦罗第33，婆须弥多第34，南天竺国王子第3子菩提达摩第35，唐国僧慧可第36，僧璨第37，道信第38，弘忍第39，慧能自身当今受法第40。大师言：今日以后，地相传授，须有一曰：莫失宗旨。三法海又白，大师今去，留复何法？令后代人如何见佛？
六祖言：汝听，后代弥人，但识众生，即能见佛；若不识众生，密佛万劫不得见也。吾今教汝识众生见佛，更留见真佛解脱颂。弥即不见佛，悟者即见。法海愿闻，代代流传，世世不绝。四六祖言：汝听，吾与汝说，后代世人，若欲觅佛，但识佛心众生，即能识佛。即缘有众生，离众生无佛。心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于是佛众生，智慧众生佛，心佛众生，平等众生佛。一生心若，佛在众生中，一念悟即平，即众生是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传？五大师言：汝等门人好住，吾留一颂，名自性佛真解脱颂。后代弥人闻此颂义，即见自心自性真佛。于汝此颂，无共汝别。颂曰：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见三毒是真魔，邪见之人魔，再舍正见之人佛得欲。性中邪见三毒生，即是魔。往来住舍，正见忽除三毒心，魔变成佛真无假。化身报身即净身，三身原本是一身。若向身中觅自性，即是成佛菩提因。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性只化身行正道，当来圆满最真境。淫性本是清净因，除淫即无净性身。性中但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今生若悟顿教门，悟即眼前见世尊。若欲修行去觅佛，不知何处欲求真。若能身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顿教法者是溪流，求度世人须自修。今报世间学道者，不于此事大悠悠。一未作，原本作，善未作，今改。无原本作，无今改。汝原本作，与一明本改。问原本作，文一明本改。耶原本作，那依附法藏因缘传改。加原本作，加今改。婆须原本作，须婆一明本改。竹原本作，竹今改。40原本作，14今改正。地原本作，营今改